問下你哋做咩？你哋大嗌自己做咩？話1、2、3，冇嘢做嘅，冇嘢做。其實點解獎券咁難賣？賣旗已經好難啦，獎券嘅設計根本就錯咗。佢應該咧要好似小林退業貼咁樣，你買完咧可以話俾人聽。其實播把聲都幾好聽啦，係嘛？慢少少 OK。你試下蘇味啲啊，即係好似唱嗰啲蘇寧音樂咁樣咧，係有啲沙沙地啊。即係做娛樂咧，真係冇乜形象。菠菜真是好味道，3、2、1一齊唱好嘛？3、2、1，菠菜真是好味道，畫個對張畫唱中唔唱？自己嚟，3、2、1，菠菜真是好味道，哇，完美啊！咁你有冇留意咧？嗱，你唔好唔信啊！我哋個腦咧好蠢，我話你未來嗰3日會突然間好想食菠菜。